热气球嘉年华会开幕了。开幕的头一天一透早，都来万外的游客非常的热烈。天多光明，24粒的热气球伫落叶高台大草坡顶面已经准备好啊！五彩缤纷的造型真正有够水，出来都慢慢啊升空。升到悬的所在，会使看到日头为分站后壁慢慢啊升起来。为悬的所在看落去，会使看到迷人的花灯、壮观，这古水的热气球，和美丽的景色真闹人。进入第9届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会已经是暑假东部旅游的招牌节目。透早天未光，现场就出现国内外几千名游客，加上天公伯啊，真配合。天气真好，大家赶紧用手机啊记录这个欢乐的时刻。县政府嘛安排布农族8部合音的演出，展现当地原住民特性。各个年龄层的我们的好朋友。今年来到我们热气球嘉年华，来鹿野高台，都是来分享欢乐、分享爱。这个活动有45天，hiệu热的是不妨来这享受一热气球，欣赏东台湾美景的趣味，嘛会使安排一座宁静的东部的游览，好好啊休困一日。